點解喺股市要做短線呢？因為你等咗3年嘅行情，喺10盤當中可能只需要30多日，行情就可以走晒啦。但係好多老友記唔知道嘅係，短線嘅秘訣唔係追漲殺跌，而係追強殺弱。唔係低買高賣，而係高買更高賣。事實上，股市大部分嘅行情係95% 嘅時間不為所動，而大動作嘅時間往往只有嗰5% 嘅時間。咁樣就意味住做股票唔好將精力浪費喺呢95% 嘅無謂等待上面，而係主動去揾呢5% 嘅時間嘅機會。好多時候我哋選擇做長線，其實往往都係因為你做短線被套咗。短線之所以被套，往往係因為你唔捨得蝕錢，唔捨得蝕小錢，所以就會蝕大錢。死唔認錯就會錯到你蝕到你攤攤腰。股市嘅錢係揾唔晒嘅，但係你賬戶嘅錢會蝕得晒。機會一直都有，就驚你冇本金。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意思就係先令到自己處於不可戰勝嘅境地，亦即係防守，然後等一切可以戰勝敵人嘅機會，亦即係進攻。一隻股票嘅上升，你想佢大升，升得特別勁，搏命咁升，除咗有人買，大手筆買，個個都爭住買之外，仲需要有人唔賣，少賣，或者講唔捨得賣。一隻股票嘅股價低開，如果長時間冇升返上嚟，咁當日嘅股價就好難會再升返上嚟。而關於主力洗盤，主力從來都唔係為咗洗晒散戶，佢只係想洗走嗰啲唔堅定嘅散戶，然後俾嗰啲堅定睇好呢隻股票嘅散戶入嚟，同主力一齊鎖倉，統一上升嘅戰線。而關於主力出貨，衝高可以出貨，回落可以出貨，封板可以出貨，地板可以出貨，殺跌可以出貨，腰斬可以出貨。主力出貨優先考慮嘅從來都唔係價格，而係呢個價格有冇足夠多嘅人嚟到接盤。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堅持一啲交易原則，就會錯失一啲交易機會。但係正因為我哋堅持自己嘅原則，喺股市打滾先至可以避開好多坑。短線嘅秘訣，買賣有分歧，分歧有爆量，爆量出買點，買點再走強，走強睇縮量，縮量睇加速，加速後爆量，爆量出賣點，賣點再走弱，走弱睇分時，分時強轉